中原投資一直致力推動物業嘅發展創新，近年更加積極拓展海外嘅學生公寓市場。2025年嘅時候，我哋喺香港推出咗 Campus One 項目，標記咗我哋喺學生宿舍服務全面推向更加專業化、智能化嘅新階段。我哋嘅核心理念好簡單，希望打造一個連接智能同社群於一體嘅居住環境，等學生可以喺呢一個空間入面生活、學習同埋建立社群。喺項目嘅初期，其實我哋面對咗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就係喺高密度環境下嘅網絡需求。隨着智能裝置越嚟越普及，再加上高清串流同埋 study from home 嘅需求增加，同一時間連接多部裝置上網已經係十分普遍。大家對網絡嘅要求再唔係只係要上到網咁簡單，而係要夠快、要夠穩定，同時要做到全面嘅覆蓋。以尖沙咀一步居117為例啊，我哋需要確保每一間房同埋所有嘅公共空間都有穩定高速嘅網絡，先可以真正支援到學生喺學習同埋娛樂方面嘅需求。為咗解決呢個問題，我哋選擇同香港寬頻企業方案合作，採用佢專為高密度環境而設嘅網絡方案。每一個房間都會配備獨立嘅寬頻同埋 WiFi router，確保佢哋有穩定、安全同埋私隱保障度高嘅上網體驗。而公共空間 WiFi 嘅速度更加可以高達2.5G，全面支援學生多元化嘅數碼生活。除咗網絡之外，我哋另一個重點就係點樣將智能應用真正融入喺日常生活，提升學生嘅使用體驗。同時間，我哋亦希望透過智能化去提升整體嘅營運效率。所以我哋引入咗好多智能嘅應用，包括智能信箱系統，提升便利性同安全性。呢啲系統之間可以互相配合，令到日常生活更加流暢。學生嘅滿意度同我哋品牌嘅好感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自動化流程亦幫助我哋減省人手，令到整體營運更高效率。由於一步居117係由舊有嘅建築改建而成，我哋需要同時間處理多個系統嘅整合，包括 WiFi、智能設備同埋中央管理平台，再加上原有嘅建築架構嘅限制同埋項目時間嘅緊迫，其實都帶來唔少嘅挑戰。喺呢方面，我哋喺前期規劃嘅階段已經揀選咗香港寬頻企業方案作為系統整合嘅伙伴，佢哋提供一站式嘅服務，由設計、部署到後期技術支援，幫助我哋順利克服改造過程中嘅各種限制。同時，透過集中管理同自動化，我哋亦成功提升咗營運嘅效率，同時降低咗長遠維護嘅成本。一步居117嘅成功，關鍵在於網絡同智能方案嘅整合應用，選擇合適嘅合作伙伴，以及學生體驗為核心嘅設計理念。對我哋嚟講，香港寬頻企業方案唔單止係一個供應商，更加係一個重要嘅策略科技伙伴。展望未來，我哋繼續會喺 Campus One 呢一個項目引入更多 IoT 同埋智能應用，並透過數據分析去優化營運同埋資源嘅配置。我哋希望逐步建立一個標準化、可擴展嘅智能物業模式，進一步提升市場嘅競爭力，鞏固我哋喺市場領先嘅地位。